世界万象内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晚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那么讲到昨仔台北市的补选选结果，你有满意吗？有人讲这是一个人的武林对着整个党的选举，47%的得票是10几年来排第一。安尼是算选的好，也是选到还可以，甚至以后民进党的选举拢会来学伊。今仔日来讲这个补选来看大选，鹿死谁手在2024。首先来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是咱台師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曲超雄曲教授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是咱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顏玉芳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芳顏若芳。那麼第三位是咱資深的媒體人謝浩志。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咱資深的媒體人陳敏芳。大家好。那麼首先呢，咱就來看。这个补选的检讨，真个人哦，有人讲选得袂歹，有人讲哦，你王宏威啊，其实啊是受到这个老炮的影响，所以呢选得无介好。到底是这一好还是迄一好？今仔日啊，台北市立委的这个补选出来了后，咱知影王宏威已经赢了吴怡农5000多票，吴怡农早起嘛开始写票，但外界嘛关心讲伊2024。敢会佫出来甲王宏威来对决？吴怡农讲，先来感谢大家支持。另外，民进党又佫选输，党内真侪人呼吁内阁爱改组啦，嘛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。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巧慧呢，嘛出来回应啦。咱来听看卖。车队扫街向选民谢票，台北市立委补选结果出来，民进党吴怡农虽然落选，但阁找到透早都赶紧谢票。胜选的国民党王宏威是规划持续开始谢票行程，不过这摆选战吴怡农干来小输5000多票，而控制数王宏威、吴怡农是不是会阁再度对决的？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，他们一定会愿意再给我机会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会把谁去当假想敌，还是非常恭喜他。刚刚败选，那所以新年的第一步，当然还是谢谢每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是不是国战自控制数吴怡农无将为公司，不过行政长苏贞昌肯定吴怡农的努力。在这样的时间、这样的选区拼出这样的成绩，难能可贵。不过我们也是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，觉得很对不起，也要好好检讨，还要再加油。民进党为9合1大选，嘉义市长选举到台北市立委补选吞3连败，显示党内受创压力复原，而且一直有内阁改组的声音。苏贞昌阁被批评留恋行政院长的位置，不过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巧慧跳出来斗相共讲话。院长从政40多年。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保家卫国、护台佑民都是他的信念。那真的是没有看过挡子弹还要被说恋战。另外，最近苏贞昌请官员甲公职员食饭，被解读是毕业餐会。苏贞昌讲，年尾民间用每月自餐来感谢员工，政府也同款，借自餐来肯定防疫影响这辛苦的同事。一方面也是爱同事伫个春节期间，依然来坚守位置，为国利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关于着是毋是咧换内阁啊，还是换行政院长啊？这趴咱小等者来讲。事实上啦，咱要来想讲，大家咧关心的是民进党到底是选得好还是选得歹，甚至国民党选好吗？对着王宏威来讲，伊心内是安怎想？是毋是拄拄啊正好啊尔？咱来首先来请问这教授。以阮研究选举的角度来讲吼，讲实在，这届选举算这款的结果算做正常。哦，甲咱过去来比，第一点就是伊的投票率吼。咱昨咧投票进前，我就讲有新闻记者来访问，我就甲讲，这届输赢的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投票率。投票率啊，投票率愈悬，可能对吴怡农对民进党比较有利，较有利，较有利。哦，若阵讲投票率较低吼，正常吼，可能
对王宏威较有利。啊，昨安尼看起来43.22%嘛，哦，这款的投票率胜这进雄，啊，因为一般来讲，立委的补选差不多拢是40几，啊，若种超过45%就算足悬啦。啊，昨是超过40%，啊无到45%，所以伊43%啊两个人一人差不多一个6万外票嘛，啊一个5万外票，加起来差11万外。安尼算起，伫迄个选举区内底，安尼看起来，算做两边的基本票盘拢出来。啊，中间选，咱一般咧讲的中间选民也是游离选民哦，出来较少。哦，所以咱安尼各个两边拢无讲选甲足好的啦，100分无啦。啊，两边嘛无讲选甲足歹，正常。老师是对中间派，就无伊也无讲选啊真好，伊也无讲选啊真好。是，原因也是安尼。哦，苏贞昌苏院长头拄咧讲，即马安尼啊，选到即款的成绩，选到算做真好吼，无讲真好啦，咱讲实在话啦。迄是对伊的心情处啊啦。伊咱阮做老师，我食遮侪庆记着吼，啊，替你安尼，伊阮做老师。做老师咧，甲学生啊拍成成绩来讲，差不多60分啦。60分哦。对民进党来讲60分啦。啊，你拍国民党70分啦。就70分啦。是哦。啊，玉芳呢？你感觉？其实我直接讲，因为第一个结果，咱拢讲结果论嘛，结果就是输就是爱检讨。吼，啊，毋过咱直接规个你爱细部去看伊个内底，因为我家己是中山大同的，中山是我的选区。其实，阮即个咧看的，就是讲北上3家的投票率是46%，中山区是41%。啊，毋过以选民的结构来看，北上山你讲46%的投票率，可能有1%内底有90%拢是拿的，因为伊遐的选民结构差不多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差不多是8:2，有时候好一点是7:3。啊，中山区有人在讲中山区较比较绿。其实无，因为你看2020年的大选的时阵，总统大选的时阵，蔡英文总统伫咧咱中山区的得票率差不多是57%，就一半，加一丝丝啊。所以你看咱中山区大部分看起来，咱的选民结构大概是6:4，有时候是5:5。那中山区咱即马看起来就是，伊出来投票的人，无一定全部拢是投。吴怡农的，伊有一半可能是投予王宏威，啊，毋过伫咧北上山出来的大部分拢是投予王宏威。以选民结构来看呐，啊，咱即马来看中山区，因为中山区是规个选区42个里，啊，42个里咱细部去看，基本盘有出来无？其实我家己看的，可能甲老师看的有小可无共，基本盘的其实没有出来。对。无出来偌济，因为咱甲一个里较绿的较绿的区域吼，比较绿的里、比较绿的区块来看，其实无赢足济，无赢足济。该大赢的无大赢。应该爱赢较济所在，就是咱知影讲，像滨江市场遐附近，以往来讲是咱赢的，咱民进党的票会较济，啊，毋过我。为票筒内底来看，啊，每一个你安尼看起来，咱一家爱开出来无开出来，吼，那蓝营的像大直本来就比较偏蓝，在底下就比较蓝，啊，那边就真的输的比较多。那我们一寡区域吼，我们一些里，咱的里来，所以你结论是讲基本盘无开出来。其实基本盘无出来，我刚刚讲没有全部出来，有部分有出来啊。伊拢你讲，咱看即场，伊选了好无？无赢拢是无好啦，无赢拢是无好。啊，毋过你家看讲顶一届比起来，是讲伊的在整个即届补选内底，民进党是处于整个逆风的情势上看来，他的得票率是比上一次还成长一些，成长了1点多%。其实对咱来讲是。逆风还可以成长，其实是还可以。所以你要拍几分？老师甲拍60分，你拍几分？我刚刚嘛是60，你说要70几不可能啊，因为无赢嘛吼。嘿，无赢，你到70几分吼，嘿应该是爱赢的啦，小赢那个可能还是70、80分。啊，不过伊即届顶一届算是输13000票，可能但大选、大选甲即届补选无共款。啊，不过你甲
伊基本的这得票的状况，啊，中山区伫顶届蒋万安是赢的，吼，啊，这届伊是把改编盘，咱中山区遮伊是小赢一些，吴怡农是小赢一些，那就慢慢来看一下，其实是还可以，我觉得是还可以，啊，不过就是基本盘较无出来，啊，我讲伊的票可能有啥物的，我感觉讲有一寡少年人，有一寡中间选民。有出来投，因为我前伫咧选投票的前一天，我有陪搁去车扫，去走一趟。你会感觉讲伫咧中山区，你看到每一个路口，还是伫咧路顶，拢是年轻朋友，甲吴怡农主动，有的是爸爸妈妈带囡仔，吼停在路上就等怡农的车队经过，该甲画加油，该画动算，每一个路口拢有哦啊。大部分都是年轻朋友，搁有一寡下班的，因为迄天前一天，礼拜六是补班补课嘛，有一个下班骑奥多拜，我就回头看，哦，阮的车队哪愈来愈长，都是自主性的民众骑着奥多拜，传入来，跟在后面，不管他跟全程还是跟什么，他就跟一部分而已，跟一段。可是你会看到讲，几寡中间选民，几寡少年呢，其实是支持吴怡农的。啊，你讲有人在讲宜农这个的选战方式，讲啊佛系啦、小清新啦，小咱这来就专办的还好啊连。啊，我是刚刚讲这届也算比出乎大家意料的输的很少，因为就这人你看前一天前两天，就这人预估伊会输2万票，有的讲大概都有1万多至2万票。关于是不是佛系吼选举，咱先来看这个模式。头我一开场就讲，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当延续落去？或是你安怎看？这个选好啊，选歹啊？其实是说两个都选了好啦，我讲实在。两个都选了好。第一个，你好中间哦。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了嘛吼。第一个，这个选区，民进党不办亚鬼，办亚鬼。哦，从2008开始有这个选区单一选区之外的时候，第一届是蒋孝严选。跟郭正亮，蒋孝严摕60%，郭正亮摕38%，哦，这选区民众不爱赢过，哦，所以你讲哦，吴怡农变赢才算选了好，啊，就无人赢过，为什么变赢才算选了好，对不？那从输的角度来讲，他是输的有史以来最少。好，我回到王宏威，哦，王宏威这届52%，哦，比蒋万安顶届51%搁较济，哦，他的得票率是比蒋万安来的高的。你讲你选了歹吗？是没有想象中好，因为选前的封关民调，他一边赢到12%嘛，啊不赢5%嘛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赢得不够多，哦，但是你说他选的不好嘛，其实啊不然是怎样？我今天回过来讲，王宏威大概就是2个问题嘛，第一个就是绕跑嘛，哈，哦，第二个就是说中山区没办法经营嘛，哦，比较不秀嘛，哦，他只有靠中山来补这边，大概就这2个。其他的东西，我讲实在啦，今天结果看到了，过来是拜一嘛，想那算了，我不要那算。好，补选的投票率本来就低，好，你本来就是要吃基本盘，有空打中间选民，那个不是正常人啊。好，讲句实在话，啊再来一次也是这样啊，啊你换国民党其他人来选，比这好好看，我不相信。哦，所以你有切2024，也是这2个人对下，不一定。不一定，我刚刚吴怡农不一定算，我刚刚吴怡农不一定算。好，要不过就是说，他今天的状况来讲，王宏威就是基本盘有抓到，好，然后呢，议题有掌握，好，议题的主导性有掌握，然后最后催票其实也有认真催，好，虽然因为国民党一直担心就是说那个氛围哈，王宏威也叫这些，哦，蓝营的投票率悲观，哦。啊，结果实际上来讲，他基本上有盯住，所以你说王宏威选的不好，他得票率就已经比蒋万安好。你要说他再选的不好，可能没有想象中好，但是你说不好，这北通啦，吼。那吴怡农我就讲嘛，应该是算这45%，这个算47%，你讲算不好，那不得力啊，无你换人别人来算看麦，刚好就好。那时候梁文杰不是讲每个臭头，对不？青菜啦，不要紧啦，然后你看伊就好，啊尾啊你叫梁文杰来算，跟我算加税，就说。而且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个，就是说这次的投票率真的不低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就翻例，43%无算低啦。我算足悬的，惊死人的悬啊！我来讲，我讲给你听啦吼，中二选举去年的中二选举啊，严宽恒跟林静怡那一场啊，投票率多少？那时候打到全党打1人，对不对？好，8个人个密密麻麻
58.26。上悬啊，有史以来啊。来，过来哦，2019年就是18年，不是国民党韩流大胜吗？哦，那时候不是要推倒那时候同时2个补选嘛，一个3重的于天嘛，哦，何志伟是比较早，因为他那年有2次补选。何志伟是1月，哦，何志伟跟沈智慧2个他给啦，因为那个选举结果很清楚啊，30趴加2那个沈智慧那场补选2.5趴呢。投票率2.5趴呢，好，后面比较热的是什么？新北的于天呐，跟郑世伟，再来一个就是谢龙介跟郭国文。国民党那时候不是讲说要光复就是台南可以拿出拿下一些。好，这2个你知道投票率多少？谢龙介这个选区44.53，44%，这次比这个高1趴多而已。好，于天跟郑世伟42%，这个投票率怎么叫不高？你从选前和封关民调跟这个选举结果来看，基本上是吴怡农他跟出来的基本的选票比王宏威多。你要看到的是说，看起来是吴怡农选的的确比王宏威好。那是用这个业务开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讲，伊开发了真济属于伊家己要爱这个选民，无一定是民进党传统的这个选民哦。我民进党支持者，我觉得基本上是民党支持者。我觉得基本上是民党支持，或许有少部分的中间选民，但是不会多了。这种补选不是新开发的就对了，不是，但是就是新 K 哦。但是说民党支持者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你这个状况得罪深绿嘛，结果深绿其实该出来的有相当程度出来，但是我相信议员讲的说没弄出来了，干把赛就去倒。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苦，没有那么悲苦。然后而且你看这个状况是连浅绿的都有出来，投票，他才会投出这样一个结果，说差距只有这么小。민宏，你有同意吗？我的看法跟较无共款啦，我跟颜若芳比较像，因为这届选举来看，你看那个基本的这个所谓深绿的，其实对吴怡农都有意见的。因为一开始就开炮嘛，说我们要检讨或者怎么样兵役怎么样的，所以议题都跟中央无共款，所以深绿对他非常有意见。所以这届你用看规个选举选出来的时阵。中山是赢，那这个松山的部分呢，是除了民生社区之外，其实也是赢的。那民生社区它总共是输了5000多票，民生社区就输6000多票，所以其实就是民生社区你补其他的所在嘛，所以然后我有一寡朋友住喺民生社区，因迄囝对澳洲特别陪跟。到吴怡农，伊就是讲吴怡农这种无传统的拍法，非典型的拍法，已经是触动了不是那个基本盘，是年轻人跟中间选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酸碱人民调显示，伊的支持度。这个对美国飞回人机转来是新客户还是旧客户？伊是因囝嘛，伊是。伊第一届投票的款啦，本来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吗？不是啊，哦，这新客户。少年人啊，爸爸妈妈可能是不过年轻朋友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民进党的。因都是分裂的，因爸爸是可能绿的，因妈妈是蓝的，因为因妈妈是金门人呐。所以这是变境的。变境，然后因到厝边啊，伊住民生社区啊。对啊，因到厝边嘛是妈妈甲囝咧冤家，所以妈妈甲囝冤家哦。妈妈要投王宏伟，然后那个回头来跟妈妈玩 game， 对，所以说你从 T 台民调，你就可以分析，这是这个吴怡农的票跟完全跟民进党的1126的票完全无同款。我感觉输是输啦，但是当然不如预期，就国民党讲不如预期赢那么多。但是吴怡农输是输，但是他把这个1122偷压民进党这些气氛打断了。这个是要点，这个是重点。等于说你1126延续下来，你之前还有一场这个选举嘛，之前中间有一场是那个哪里？嘉义的选举，迄种就是嘛是传统就是继续讨厌民进党嘛。那这个吴怡农的选法是哦，大家拢批评足侪啊，连民进党本身。深绿的批评搁较大声，然后对伊的策略，我感觉伊的策略有小可无
无正确是对的，但是伊的态度是温和的，态度是策略是唔对，但是态度是对的。态度是对的，策略是对的，但是议题唔对啦。就是侵略的人，甲骂甲累，就感觉讲吼。恁民进党有人咧甲恁架势啊，所以可以啊，我来导恁继续来导恁民进党。对啊，嘛，伊的意思就是说，伊拢不爱卖对手嘛。这深绿就很不满，你当然不爱卖对手呢？对手是一个深蓝的人，对深绿的人来讲说，你就美绕跑啊，你就美什么女版人吴思怀啊，你们上跳，然后基本盘的就会很嗨，然后就出来投票啊。可是吴怡农有讲这些吗？吴怡农他在何时有讲吼？但他咧开讲的时候，你看你有同意无？伊讲这是民进党咧向这个社会来和解这个过程。都是啊，就是吴怡农的和解嘛。吴怡农但是这是吴怡农一个人的武林的和解，还是甲像玉芳因这特别斗阵甲民众和解呢？我跟你讲，伊就是吴怡农伊无算转动啊，因为做这人嘛是转动，马上做这人咧骂伊的，就表示讲转动啊，佫需要彻底反省甲检讨。无啦，加是讲这个囡仔较无爱教，较无好教。但是吴怡农看到大局了，就你大局看有清楚，讲我继续延续下去的时阵，讨厌民进党伊绝对输啊足忝的，输到1万外票，一定是输到1万票的嘛，因为你。头先国民党做的民调，你就输10%，10%敢无1万外票。你若补选输到1万外票是足歹看，你知无？虽然投票率算高啦，但是输到1万外票嘛是足歹看。但是伊这样输5000外票，算还 OK 过去。主要是他没有延续到那个偷亚民进党的氛围，剩切断了啦，止血了啦。那你现在就是等新的党主席上来。看有没有新的气象啊？好，这咱停在遮吼。现在要请何志甲玉芳啊来讲一个是讲你继续有去用讨厌无？哦你是不是有和解？我先请邱老师来讲。他在民众所讲这是整个，因为咱本队咧做这个题目的时阵吼，咱是想要甲观众朋友头一个先讲是选得好还是选得歹，但是选得好歹吼，单一的这个政治人物对咱来讲无啥意义。对整个社会、整个台湾有意义的是讲，民进党要继续要安怎来处理政权2024，要安怎来选举，这个社会的气氛，吼，是不是还佫来讨厌民进党来作为主流？我念煞咱头拄咧讲迄个议题，小可念煞者吼。头拄咧问我听起来啦，因三个人安尼讲起来，咱即摆要咱用统计学的标准来看，吼，你是要用。柑仔甲柑仔来比，还是要用芭乐甲柑仔来比？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吼，咱若准讲用普通咱选举的大选、全国大选的迄个标准来看一届的选举，这就是我头拄讲的，这届选举结果是普通，差不多正常啊，毋是讲普通，爱讲两边的表现哦，差不多拢是算做正常哦，因为补选嘛，伊本来伊的投票率就无遐悬嘛。对，中间的选民你无遐大的兴趣。你用柑仔甲芭乐，这是啥物比率？对，我头先应该安尼讲啦。你是要用正常的应该是芭乐。毋是，迄甲伊的色无共，嘛，我毋是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是用正常咱大选的全国选举的迄个情况来比，啊是要用补选来比，哦。头拄何志伊咧讲的吼，是咱用补选来比补选，迄就是芭乐比芭乐嘛，用芭乐来比芭乐来讲，即届选举安尼算做袂歹啊，算做开得袂歹。迄芭乐应该算甜啊，我嘛是安尼啊，嘛是柑仔比柑仔啊。但是你用芭乐甲柑仔来比，讲倒一边较有水，较有汁，一定柑仔啊，无人讲食芭乐，食甲拢全嘴拢汁无，无可能嘛。对无？所以是这个意思。好歹哦，选举袂使比好歹，选举会使比输赢尔。头拄罗芳咧讲的吼，比输赢尔，迄无法度比讲。我是挑伫来处地的时阵，讲好歹，啊，再来因恁来讲。所以来比好歹吼，我讲实在，无啥物意义啦。上重要就讲，咱头拄咧讨论，伊头拄咧问第二个问题啊，咱未来台湾的发展。
会是什么款？可能会是什么款？即讨厌民进党这条线还佫会继续吗？咱讲过啊吼，像咱头拄主持人你咧讲的吼，胜率的迄块，上希望讲吼，上好甲王宏威伊确实是出身，人讲啊深蓝嘛，人讲深蓝，伊是官出身的，所以把王宏威打成吴思怀有没有？哦，安尼伊选举就一定赢，哦，就变做足青的，甲足蓝的，啊拍起来好不好？安尼足青的一定赢，啊但是安尼台湾就撕裂嘛。咱看过去这3-4年台湾社会就是安尼啊，哦，青的就是青的，拿就是拿，咱我听咱讲，不管对错，哦，无管是非，拿的一定是拿的咧支持，青的一定是青的咧支持嘛。吴怡农这届小可有咧改哦，咱讲实在，哦，比如讲，咱头拄何志头拄咧讲迄个这个绕跑，吴怡农一开始就讲有绕跑无？算出来判断，唔是安尼讲，伊是讲算出来就知影。伊若准王宏威若准选赢，然后为影绕跑，伊像即摆伊选着，伊选着伊才会走啊，伊无选着伊继续做伊的议员啊，对无？安尼伊哪有走？哦，所以用结果论来讲诶，即款讲法咱讲实在话，胜率诶，青诶，正青诶吼，伊袂安尼讲。伊袂绝对袂安尼讲的，啊，袂安尼讲，有好伊袂安尼讲。你个拍讲你闹跑啊！你再来个摸落去。我不管你有选掉无选掉了，你想要选哦，你想要选，我甲你扣掉。啊，对，就是啊，你想要选，你就唔对啊。但是即摆大家拢想讲卖互讨厌呢，即摆民进党敢会搁安尼来拍？这我唔知，民进党会安尼拍，迄唔是我会邱老师，你选举师傅，你应该小加一步啊。不，未来的社会一定是愈来愈浅嘛。啊，因为今摆咱讲实在话啦，咱今摆少年人吼，差不多20通岁，这少年人，你甲问讲你外省的本省的，伊会甲你讲你小的。本省甲外省因听无啦。啊，你若讲着你是台湾人啊，是中国人哦，这一听有。哦，对，你讲啊，你本省啊，外省啊，伊就讲你，无你是去取笑呀。但是老师，你讲到这变做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王宏威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？唔是安尼，就是讲，因为这对咱来讲，啊，伊就外省人啊。不，这是对咱袂讲讲啊，你中国人。这是对咱的年纪的人来讲。对咱的年纪啦。我即摆咧讲是讲20通岁遐囡仔，哈，因咧看，咱拢本省。啊，因咧安怎看待王宏威呢？主张啦，伊是讲主张可能较中国化，还是较轻松啊，较中国派，还是较台湾派？台湾派，是说安尼咧本尔嘛。所以你若种讲那个甲拆开有无？哦，啊，社会越来越撕裂嘛。啊，看起来吴怡农小可想要，哦，就头拄咧讲和解吼，用一款较新的看法、较新的拍法，这是管尝试啦。啊，但是民进党会接受袂，这我唔知。哎，姚峰你安怎看呢？其实你讲宜农这个选举的方法嘛，头拄咱有讲，有人讲是佛系，有人讲小清新吼，文青型的选战方式。一个人的武人嘛。其实嘛，毋是一个人武人，因为你像宜农就有讲，我应该是讲，伊毋是一个人武人，因为他至少有54000多票，他有这么多的选民支持，他不是一个人的武林，而且咱就在党的内底。像我啦，啊，你讲足侪立委思瑶啦，你讲张某兰主委啦，吼，你讲洪建义议员、许淑华、许家培、上山信义的议员，其实大家拢有斗3工，因为负责的区无共款，嘿，啊，你讲伫咧选举前几工，咱全部的市议员，台北市全部的市议员哦，伫咧每一个中山甲北上山的路口，大家拢徛，有伊拢无去，啊，毋过因拢摕一个牌啊去甲。做吴怡农的分身去甲伊斗徛路口，毋那是台北市家人的议员嘛有，桃园的嘛有台湾全台湾大家有用的，拢来甲伊斗徛路口。立委郑运鹏嘛来徛，走伙徛，啊你讲赵天麟嘛为高雄赶起来，去做伙来徛，甲宜农斗3工。所以你讲伊是一个人的武林嘛，我感觉无是全部大家拢一起要动起来，他才有办法去催出更多的选票。那这个伊的选举的方法哦，其实一开始大家拢会甲伊骂讲，啊人甲你扇喙皮啊，你搁去另外一边搁去互人扇，吼，你拢无回应。其实
我是刚刚讲每一个候选人的人格特质是不一样的。你讲伊的选举方法有适合到2024的大选无？我刚刚好的所在，大家会当去吸取这样子的一个经验。就像郑运鹏委员伫伊的脸书顶上有写讲，吴怡农这款的选法，其实有吸引到，而且有和中间选民跟年轻选票是认同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。那是不是后边大家各个委员候选人会当去争取这样的，或是自己去吸取这样的方式去做自己的选战？我觉得是大家去取决啦。因为你讲选区，若讲你伫咧家己吼。卖挂看板，哦，迄幅员辽阔呢，迄真正是唔知讲有人会。是讲人甲恁乱哦。哎，所以我觉得要取决第一个人每一个候选人人格特质，第二个区域的密集度可能也不一定适合。哦，第三个每个候选人伊拢有家己的选法，所以好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有意义的啦，我是刚刚讲还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今嘛咱在民进党在检讨的就是像赖清德副总统，伊今嘛要选主席啊嘛，伊在各个党员的巡回上面，伊是嘛有讲，咱要安怎去争取重回咱民进党基本盘的支持者，咱的党员的支持，啊，搁有少年的选票，甲中间的选民怎么样再重拾他们的支持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年轻选票跟中间选民在这一块，我们就看到吴怡农其实他有他的方式哦，他有他的开发度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一下？说啊，也这块的选法啊，是不是再调整一点点？我们可以拿来大家参考。好，每一个在2024每一个候选人的参考，我是讲这是有一个新的民主选举方式的一个开始，一个开始啦，哈，哎，一个开启，然后一个不一样的方式，所以我是刚刚讲各利有利有弊啦，所以你讲要在很短的时间35天的选举，其实还就困难的呢。你讲叫我若讲35天去选一个拿蓝大于绿的一个选区，其实真的很困难的。那要大家一起跟，而且他的方式不是讲。你打我不回嘴，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宜农哪讲后几届够被算，他是要调整一下，就是哪讲人家你拍抹黑的、造谣的，其实你要比较强。你有甲讲无？你有亲嘴甲讲无？有啦，其实嘛是有啦。伊安怎甲你回应？其实你看伊，嘛不是无要插，其实伊一开始是不回应，应该说伊一开始他其实是没有在回应，可是。到后边，其实他是会有一些回应。你感觉事态严重啊？他其实伊是嘛是会回应，不过伊的回应可能对咱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，嘿，无够严啦，无够严，因为就像绕跑这个代志，其实他有回应，他只是换了一个说法。他对老师有讲，他换了一个说法，就是他就继续做议员就没有。嘿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。不过咱的支持者就讲，你就是爱改直球改讲，伊就是绕跑，伊无应该安尼做，伊违背选民的承诺，就是要很白话文的，他应该就比较文言文的方式转了一个方向。来，我来讲要直球对决啦。好子，你有讲过，讲这是伊代表民进党吼，是莫讲代表啦，伊讲上无是咧甲民众咧和解这个过程吼，伊所做的这，但对。玉芳来讲，伊讲，内面有一寡启示，可能以后会当来采集，但是这个选区哦，唔是敢若咧煮牛肉面啊，这加一点仔咸一下，佮放一下咸一下，放一下tomato咧，敢是安尼？我先讲啊，这个选举吼，因为你现在选完之后，大概请无人讲吴怡农选无好啊啦，吼，无人讲这话啦，吼，人爱嘛讲袂出来啦。我觉得讲句实在话，今天除了很少数的人之外，对，吴怡农选得好这件事情，应该是公正的事实。好，这是先要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吴怡农他这次的选举，王宏威是一个很典型的选法，就是说拨算就是安呢，我就是基本盘，好，中间选民比较摆在后面，这是很基本的、很 typical 的选法。吴怡农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典型的选法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例外的选法，不正常的选法。好。这个大家必须要先去认知，他选法，我讲简单的啦，民众选情大家拢交甲无一个好嘛，
好，搞吴怡农搞到无一个好嘛，好，不好配合啦，手插不进去啦。我刚刚讲那些不听讲没听，还拢小我代志啊，好，所以为什么搞到一个人的武林就是变成这样嘛？好，什么东西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。去美黄成国啦，好美赵介佑啦，好去攻松基王国才不同意，攻这边的冯世宽反对，好，你很少看到一个候选人公开一个转动拢反对的啦，对不？选情是安尼嘛。啊，选好进民意丢嘛，对不？好，他的状况是一个什么？他是跟民党现在完全，就是你今天来讲，选前的民众公益唔丢，选后他的和解会代表民进党吗？不是嘛？他走的是一个跟民党跟民众完全无同的路线嘛，所以伊的和解是伊的和解嘛，不是你民众的和解嘛？你民众当一个跳出来骂玫瑰黄成果，伊一个人尔，伊一个人的武林啊。以前人做这个代志啊，民众无人讲啊，告进嘛无人讲啊。所以你一个人不领是这个意思。对啊，一个人做这代志没有错，他的确走得很孤单，民党的人都没有在身边，但是实际上有啦，人就讲讲，因大家拢做相共啦。迄就。咱先甲问哦，用你这个问题甲问，看伊有同意无？好，我接着要讲说，你今天看到为什么他可以吸引？我要讲说他吸引了很多的浅绿啊中间的选票，好，因为他展现跟民党不同的价值嘛，选了民众干。检讨到今嘛，拢讲勿忘初心啦，青年执政爱乡土啦。问题是你最后搬出来的还是抗中保台那一套，还是说我民进党代表民主，代表台湾价值，我若是输掉，这就出代志。民众告进的嘛是安尼啊，吴怡农唔是啊。好，你跟他讲被赢啊，好，被赢啊，这要选赢才叫成功的话，那吴怡农的选法当然都不成功。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认为说选输也是有价值，吴怡农的表现是最好的。我就讲，你民众人不任何人来算，拢没算到这种趴数啦。尤其这个选区啦，哈。几乎就你都不会在此时此地能够选到这个成果。而吴怡农展现的是什么？他展现的是一个，就是说，像大家以前想象的民进党，他有一些坚持，我有觉得坚持，我有力量，好，然后有些东西，好，然后但不受教。对，然后或许我的政策不是很成熟，中基也一堆人反对，可是最起码我敢主张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民进党应该恢复过去少年时阵来有个性。你最后看到吴怡农在展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输赢一哇，我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，我有一个更高的坚持。我可以输没关系，可是我上面有一个更高的坚持，这是在民进党现在所有人里面看不到的。所以说，你说。吴怡农的成功，你民党要看的是这件事情。你就是你输赢这件一挖，好，你有上面坚持，好，你的坚持那个东西在哪里？这是在吴怡农身上看不到。所以吴怡农的和解成功，不代表民进党能够和解成功。哦，这个和解用这个民进党医生的角色来讲哈，民宏你敢有同意？伊讲的讲，伊一个人和解，无代表民进党会认同而且接收这个伊农。即马所做的这个选举的路线，但真侪人讲，伊这来去中南部选，绝对袂通。迄无一定啦，就是讲你选区各个选区有各个选区的人选嘛，啊，目前善后之讲的是目前的状态，但是我感觉我的解读是，吴怡农是一个开始。一个开始，就是讲，你知影，你这个选举，你用无共款的选法去选的时阵，你中间选民甲少年选民转来啊。你1126的时阵是中间选民甲少年选民拢走了啊。那你对吴怡农的身上你学到啥物？你2224，你2024，你到底是爱少年票甲中间选民无？你爱嘛？你爱才会赢，你若无爱，你就照依早的方法去选嘛。所以你看这届，连蔡英文总统甲陈时中拢唔敢出来站徛台，拢敢伫脸书上尾一天写讲啊，什么加油加油！哎，伊知影讲126这两个可能是被讨厌的人嘛，所以伊唔敢出来。所以讲你讲东来其他人除了吴怡农以外，有没有知觉？至少我觉得蔡英文有知觉啊，然后这个陈时中有知觉啊，因为我知影讲，讨厌民进党，可能我还是
在被检讨的人选当中啊，所以我不要出场去帮吴怡农嘛。所以吴怡农旁边卡台就是除了颜若芳以外，还有就是世间情嘛，王世坚啊，然后赖清德嘛，这些就是所谓的比较。没有跟126没有参杂的这狼，有选举啊，对啊，就是说他不是主导的人，他是议员啊，他不是操盘的人呐、他是议员参选人嘛，不是说蔡英文是决策的人，不是陈时中是那种比较市长级的参选的人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吴怡农是一个开始，那你就看你整党看到吴怡农这样子算了，你也当改进无，无你的。检讨的工作要继续做无？你来个爱个改造无？你的一寡这个林志坚新的棒球场那边，棒球场嘿，那边爱个检讨无？这就是一连串下来的嘛。啊，吴怡农就是一个开端。啊，你像讲这人，你像讲民进党，敢真的有完全的？改变甲反省一定是无的嘛，张厚之讲的嘛对啊，因为这拢你检讨王世坚甲高嘉瑜啊，啊搁检讨迄啥物人啊，啊拢也无检讨家己啊，嘛说你什么开除高嘉瑜或怎么样嘛，一言堂，所以我觉得是说，然后王浩宇就出来检讨赖清德。说赖清德你这种党员怎么对呢？所以说你这个民进党整个还在转当中，等弯对。那我们很好，就是看到吴怡农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就是说你年轻选票跟中间选票愿意回来投你民进党推出来的人选，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那接下来要安怎走，你就爱给你转盘去看嘛。像段永康讲的啊，2020大胜817万票之后。民进党就开始高吼啊！民进党感觉袂出来讲，人民是你想啥，民意无满意的是啥？伊对敏感度已经丧失了，他对民意的敏感度已经丧失了，所以他才会在1126大败嘛，很骄傲，变成骄傲了。所以说段宜康讲的这段话是值得参考的。那吴怡农可能是听了。就是吴怡农是新潮流系比较近嘛，他可能就是觉得，我想伊是天生自然的啦。没有，这个可能这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。我跟你讲，他第一个出来并没有这样，他第一次有选过嘛，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哦。这一次在这种压力之下，他还坚持自己的做法，我觉得他是对1126有很深的觉悟。好，这敏宏讲，但是我先跳个敏宏讲啊，讲这。吴怡农选会赢，而且这个选到安尼吼，其实对民进党来讲，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讲，是一个好挑详啦，好照相啦，吼，这个好挑详吼，对民进党籍的这个热风，我想问伊吼，恁感觉你因为伊讲起来内面哦，国事如麻呢，党事如麻，内面遮侪代志要处理噻。检讨报告啦，但是你有感受到你的选民甲你讲，我讨厌你民进党，我本来对佢就是选你的，我无投你。当然，这个声音其实是到补选投票前，甲1126选完中间这个声浪其实较大，就是你去菜市啊，就咧，不是讲讨厌民进党，我觉得很多是爱之深责之切。甲你念嘛呢？嘿，会甲你念，因为你讲好。啊，做到安尼啊，伊大概就讲，就是说内阁的改组啦，要改无？吼，第二个就是讲，你讲有的人是讲啊，吴怡农咧摆伫咧6000块发6000块这啦，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迄毋是6000块发的问题，迄是进前咱咧提出这个议题的时阵，无讲好清楚，让民众群起激愤，就是啊，你拢无要发，讲啊经济很好不发，其实前面那一段已经累积的那。你讲咱的支持者对民进党的，你讲失望，还是讲愤慨，还是讲生气？你讲爱到讨厌，我讲啊未到就讨厌迄款，其实他至少还会说，因为很讨厌的时候，那种真的就不会讲了。那到现在还会讲，我觉得至少是咱民进党。所以你的选民是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我的解读是还是对我们有期许，可是希望讲看到讲咱会当改变，
因为这届的选举其实1126，我讲1126的选举的结果，其实互咱的基本盘的支持者是很难过、很痛心，而且对民进党转而是生气，就觉得说啊，互恁这政局变到安尼，吼啊，你拢无要改变，无要改进，吼啊，疫情吼就这其实就这累积啦。我觉得在疫情期间，很多的你讲咱的疫情做得好，没有错。这是你的分析归纳吧？其实我觉得在支持者内，我看到的其实讲大家很愤怒，大家期待是讲咱来转变，咱来大彻大悟的去改变，在1126这次选举之后要转变。那你讲宜农这个选举，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风浪下来。那你讲有没有止血？其实我觉得是到一个点，那大家今嘛还是希望民进党能够改变，因为你讲咱的董主席15号要选举了，要产生新的就赖清德主席嘛，啊，大家爱看到就是讲，民进党这一次新的主席上任之后，有法度改变无？伊的党内的内部有没有办法整顿？第一个，党内的内部；第二个，咱的中央单位，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对于整个国家的政策上面，包含立功，大家可能觉得内阁改组要不要改？那果决断在哪边？好，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，国内的经济上面来说，其实经济好，但是实际上人民的生活上遇到了困难跟痛苦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？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整个的累积下来，所以立功宜农的基本盘没有出来。其实我是说对，因为这整个下来，大家失望不想出来，还没有看到民进党的改变，好，还没有大彻大悟的改革，还没有检讨完全，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出来。还在等。我刚刚讲够在等，所以立功我们也希望说新的党主席上任，刚刚咱的蔡英文总统其实，在短期间之内，我们支持者是希望赶快看到民进党的检讨，深刻的检讨要怎么去做。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支持者，他们会再去决定说，我们对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后面要一路愤怒跟讨厌到底？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基本盘其实这三个都民进党的医生啦。我自己也是希望，因为咱赶第一线的民意代表，其实你去电影行的时阵，可以很清楚的收到很多的回馈声音，这些回馈。那我自己在这一次的民进党党中央，其实嘛有叫咱这些议员有去个反映这些检讨的身上，其实我嘛有去直接的反映啦，就是很多的我们该讲的，其实你讲民众的生活经济上面的问题，你讲那个未来我们的反共保台这个词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换一个方式？因为中国对咱的威胁其实是越来越严重，这没有问题。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咱的台湾？你爱清楚的用其他的论述，因为就这少年人会讲，佫是这个反中啊，保台，这又是这样的一个词。那这个词我们要怎么样去清楚的重新去说明给民众听？这很重要。就这个问题问这三位抗中保台到底要安怎完整的论述？要按那个少年人讲，你放心，你虽然去做兵做较长，但是你袂烧钱，还是讲你一定会烧钱，你就要安怎？这三位来老师，这个题目可能是咱今年总统大选的问题啦。基本上甲这届咱台北市这个立委的补选无什么关系。但是因为吴怡农是这个领域内面的主要的角色啊。伊伫讲我要国防，我要安怎安尼哦。是，但是这伊无变做即届选举内底的主题嘛。我意思是讲，若是2024，伊佫要出来选的时阵，伊嘛爱讲这抗中保台要哪变啊？就甚至伊出来选，你爱看规个民进党因的老师，你有啥物建议？无我讲安尼看，我应该安尼讲啦。2024咱总统的选举，咱头拄讲的这个议题是绝对。变做主要的问题嘛，台湾是要变做另外一个乌克兰来替美国来做炮灰要安尼选择，还是安怎？咱即摆兵役延长1年了嘛？对
应该是讲对明年开始嘛。对，对明年哈1月1号开始，民国94年出的，哦，伊的兵役任期增加1年嘛。哪准拍起来，哪准啊，哪准成1年啦。是啦，会，咱是。不管是民进党也好啦，国民党也好啦，到底要安怎来攻击回事咧？这就是我在讲的，这是总统大选的问题嘛。咱后届再来讨论，搁早，好，我先问何事？我是觉得不管吴怡农下次要不要选啊，这个议题都不是他能够控制的。对了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说，你看丁改选举，他跟蒋万安那次选完，大拢一个尴尬引导你嘛。你对他这2个人有什么印象？人格特质有什么印象？几乎没有。这一次你才开始对吴怡农有一个比较立体的形象，因为总统大选整个盖住了，你整个议题都被总统大选盖住，大家只看到总统，议题都是韩国瑜跟蔡英文。有人讲迄阵时看无伊手头的手指啦。好，但是这攻略体啦。对啊，但是说他们基本上来讲，那个在总统大选下面，其实立委能够有表现的空间。就有喊的啦，就有喊的，所以但是这一次他让他人格特质有上来，只是说他下次要不要选，他要思考的是说，第一个王鴻薇，我们刚刚讲2个负面问题都没有了，第一个中山没经营，第2个落跑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你吴怡农下一次还要再选的时候，那在一个弱势选区哈，因为你像何志伟是当过很多届的议员，然后在强势选区选，所以他要出来很容易。你新人要在弱势选区出头，会有一些地方会不足。我觉得他如果因为吴怡农第2次选还是给你一个深色的感觉，那我觉得他这些东西他如果不改变，他下次选会比较快，还是会很辛苦。哦，这可能小上要爱问玉芳哦，看伊这新人要安怎在这个选区会当变得较在熟练哦。敏宏，你感觉咧？这个吴怡农若是下厝佮要来选举，伊必须要改善什么代志？伊本来继续做自己。那不可能嘛，也有一些打点，还是要强力打啦。对手的这个弱点，还是要强力监督啊。你这样子简直是有点在选举中某种程度来讲，是2个人互相监督嘛。那你根本就是没有在监督啊。那你提的议题又不对。你提的议题，你提松山机场迁建，松山机场迁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。虽然对民生社区有利，可是民生社区完全都投票反对你啊，有什么用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下次的这个就是靠你本身的魅力啦。下次立委的选举不会有主轴，他的主轴一定是总统的主轴带出来的。那总统主轴你不可能。这个民进党博客有在讲抗中保台，赖清德已经改成和平保台了，所以和平保台是一个比较简单而且比较没有误会的一个词语啦。因为你延长1年，没有保证说我一定要去当兵啊，也不是说延长1年的那94年的人去当兵啊，你一旦开战，你也要去吧，你也是后备军人。我已经处理啊，我认为已经处理啊，你看起来就笑人，我已经就老啊，你看起来就笑人，超过55岁啊。对啊，那你看，那我外甥有个他85年的，他是4个月的，那他也是要去上战场啊，那他更糟。他4个月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受过训练。对，可是他的兵种是什么？海军陆战队。我觉得国防部真的是起笑啊，叫伊跑4个月的操场，然后编在海军陆战队。那万一你真的开战的时候，他是要服哪个？他会海军陆战队吗？根本没有下过海。所以我觉得就说那战争的问题哈，是对方主动，因为我们没有。检讨嘛，对。然后这个战争我们是没有要发动战争嘛，台湾者对不爱战争，台湾者对要和平，那就是对岸，那我们是被动的，所以我们不用说把抗中好像有点刺激感。包括蔡英文总统在这个记者会上面，我觉得有一题我印象很深，就是那个开总统府第1次记者会讲兵役的时候，有一个外媒当场用了中共2个字去问他说：“你这一套是不是针对中共而来的？”蔡英文回答的时候，中共2个字不敢谈，只说有人在印太地区改变局势，所以我们要因应。那这个就是在避战啊，就是没有在挑衅嘛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就是说，那你就是改成和平保台，我们还是以和平为主。那和平保台的调子就是要唱主。因为对国民党来讲，他也不歹势
来反对和平嘛，吼。对啊，那他们也是要和平，但是他们就会有个陷阱叫亲中。和平的方式是不是要签和平协议或怎样？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论战。我觉得和平保台或是亲中或是亲台这个东西，在2024绝对是主轴，重要的主轴。上下尾一分钟哦，留互玉芳哦。如果你若下厝可要甲这个伊隆来选助选的时阵哦，伊这个所有的清新是拜访条啊卡。还是这种传统的这款建法，伊拢放弃吗？还是你会过来建议讲，你一定要来做这种代志？其实我是感觉讲，传统的组织，你爱去拜访条卡，其实这个是上重要的问题。其实这个要做，因为你讲今摆咱的选举的方法一定拢在改变啦。空战很重要，啊，不过你讲哪讲你空战，陆军其实是投票，我们所谓的投票部队是铁定出来投你这一票的这一个部分。那空军这个叫做声量，那其实你来讲声量很高，可是你的陆战如果没有出来路面作战的话，其实嘛无法度。所以你讲吴怡农，哪讲伊真正无在意陆军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去菜市场？伊其实唔免去菜市呀，伊嘛唔免早去就叫粪扫车。嘿，唔免去叫粪扫车，唔免去公园，唔免去徛路口。其实这就是讲，你爱去组织，你爱去拜访，里长爱拜访，你讲条卡爱拜访，啊拜托因去斗宣传、斗丢票、斗吹票，啊公园就是讲你爱互人看到，我有出来拜。